海巡署昨暗8点钟，调查中国渔船才来到东沙水域，想要违法掠鱼。咱的海巡人员也把这船抓落来。最近呢是有真侪这中国渔船掠鱼掠过界，扰乱着偏湖海域。咱的海巡要甲因赶，说有中国军舰用公布来扰乱。海巡强调讲，把这中国渔船赶走，和监控中国军舰这是两件代志，唔是做伙发生的。因也指控这中国用假影片进行人质作战。 侦获越界捕鱼。中共相关台海政策紧张，搁有中国渔船越界14案。8点左右，海巡掌握中国渔船外带鱼11689，探半暝仔越界，弄入东沙水域。抗小船想要制止宽大违法掠鱼，海巡调度蓝艇顺利登检闸口，成功于东沙岛东北方8.3里查扣越船小舟1艘。 并将越船驱离航出我国水域。根据海巡统计，为今年1月起，已经在东沙水域驱离中国越界渔船158只，处扣留小船12只。另外一方面，过去几日也有几啊只中国渔船连入越界，侵扰偏湖海域。海巡船舰实施执法驱离，刷传出予中共宣翔舰公布反制，引起关注。铁路保持克制，与渔船保持安全距离，确保渔船安全。 渔船由我舰处置。中国台湾连江号，这里是宣城舰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。海巡曾经澄清，驱离中国渔船甲监控中舰是两件无同的代志，并不是同时发生。指控是中共精心制造的虚假影片，透过人质作战，想要制造咱国执法受干扰的假象。海委会主委关佩玲15批评中共举动真好笑，强调执法权是掌握在咱国手中。 海上执法权是牢牢地掌握在我们国家自己的手中，那做这种小动作是没有意义的，只不过是为了他们的大内宣或者是大外宣，用这种宵小之举，其实是十分可笑。 另外，为了强化海洋环境管理，海保署举办海洋环境管理国际交流检讨会。 包括美国海岸防卫队、国家打击部队、太平洋打击军队、甲法国、日本、南韩，拢派代表参加。海保署也伫现场甲印尼哈比比中心签署合作备忘录，成做印太海会地理合作平台。关佩玲伫致辞时，也去向中国发声，脱离政治束缚，联手合作，和我们的对岸中国一起来合作，这是超越政治的。 为了我们的海洋，我们必须摆脱政治的束缚，而相互的合作。我们曾经努力过，但是还没有完成。另外，海巡强化海空感情能量，安全航空实施重型计划，推出民间版的军规侦测机，把几啊摆侦测强舰，透过无人机争取加入海巡侦索体系。不过，关佩玲表示，第一步有关是先增加无人机、无人艇的侦索容量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